过来消息来看，去年4月13花莲大地震，协助救灾的花莲县消防局的搜救犬威尔森，传出讲伫顶个月在训练的时，无细力对3楼摔落去，已经过身了。照顾伊的队员拢真艰苦，伊的遗骸埋做纪念碑。 伫沙卡当报道的陆续股来回，花莲县地搜大队的搜救狗威尔森，可以正来片啊，伫咧0403大地震的沙卡当报道，这阵离咱被信有的一家伙仔过的人，不拢是真爱耍、真古锥，大家拢真爱疼惜。蛮亲人的，也跟我们玩耍这样，蛮意外的。就是威尔森其实还蛮年轻的，而且前一阵子也有立功，然后就这样突然就意外，有点震惊的。 威尔森出意外的原因是5月做即天伫咧队顶的大楼3楼自主训练时阵，因为闸门无关，摔喺涂骹内，和负责照顾伊的领导员真自责，这嘛已经调离开原单位。第一时间我们林权有先帮他做CPR 急救，然后但是那时候也是没有反应，然后赶快送医，但是到医院之后也是就宣告不治这样。那威尔森他之后我们要做怎么样的处置？请宠物礼仪，然后他是建议用水花的方式来处理这样。那之后我们会做一个我们搜救犬的纪念碑。 今年3岁威尔森是捷克罗素狗，110年由民间关护花莲县搜救大队做搜救狗，112年通过国际 IRO 奖级认证，正式成为搜救狗。这边以外，花莲县消防局进行检讨，认为领导员确实有过失，已经做行政处分，记一个新界。伫即马队顶也阁有2只4岁外拉布拉多狗 Fancy 甲 Hero， 也阁在找新的搜救狗，完成威尔森的任务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